中國最早嘅首富死後子孫差啲餓死街頭，佢嘅千億家產竟然俾一個失敗嘅信託慳到乾乾淨淨。清末首富姓孫懷，富可敵國。臨終前，佢學西方設立咗儒齋義莊，呢個中國最早嘅家族信託之一，本意係等子孫每個月拎錢，永遠享受太平。但佢萬萬估唔到，遺囑入邊有一句模糊嘅莊產歸子孫共有，成為咗家族滅亡嘅詛咒。子孫們為咗搶權，打到頭破血流，信託嘅資產被瓜分、被挪用。失敗喺邊呢？第一，規則太模糊，共有兩個字就係鬥爭嘅導火線。第二，冇話啱受託人，家族內部人管錢，等於俾老鼠手米缸。一個本應富過4代嘅家族，因為信託嘅漏洞，短短幾十年徹底敗落。呢個係中國商業史上最慘痛嘅傳承教訓。盛家呢個故事話俾我哋知，信託唔係有個名就萬事大吉，條款係每一個字都係生死線。失敗嘅規劃比冇規劃更可怕。